那也赵少康今仔日早起去网架听那也青年军罢免立委5派役，针对检方伫办的罢免资格人数一共减掉下一步恐惊地来约谈党主席朱立伦，也5派役是呼吁民众都爱理性看待。另外，要罢免绑困期的华电团队昨去甲家电叔叔送去到华电县的选委会，最后收件数量是32766份，确定是超过法定要求的数量。你越打压我，我越要跟你干到底，对不对？川两拿军来到台北网架，见到南发起人赵少康不完事军检调铁闸不时连署。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甲青年军轮流做着检调搜查约谈，互罢免。民进党立委5配役第2阶段因讲拢停下来，若要大大支持林显麟、李浩良，甚至要到民进党的单位来加油。民进党使用的手段呢，真的是下三滥的手段。我认为中央党部是下一个目标。朱立伦可能下一个就被约谈了。国民党党部有他们来自高层的压力，其实这我也明白了。那我们平常在基层、在地方，其实多年来我们服务都是不分党派。我还是希望大家还是要回归到理性来。5配役也讲，服务处收到一沓小鬼棍纸，认为这明显是暗示死亡威胁，就已经到网架分局完成报案停书。不过罢免台北市双五团体另外一边罢免5需要林显麟、张鹤进发声明要退出林显麟身份。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代理主委第17强调，会继续沟通，同时经由组织推出党员来联署。所谓的领衔人也不是他自己说放弃就放弃，必须要被捕的领衔人，他也通过同意书过1半之后，他才能够完成相关的法定程序。我们也会全力来跨区的声援所有罢免双无立委的这样的一个行动。5主要本人是讲，得到罢免团体所做出的任何决定，拢尊重。因来全台罢免2届连署，罢免立委鲍坤基团队未跟花莲车里送件，却是清点14点钟，一度团出选委会提出一张牛。那中选会讲这是谣言，林显麟、李美玲也澄清无这种代志。只有剔除11份，就是缩放的太严重。这边特别澄清一下哈，里面绝对没有用尺量。美亚克林有效的分数是32766分，超过法定的标准19000分，达成率是169%，占据全国第一。后续委由13乡镇市和政事务所查对。记者综合报道。